用吹风机，往下吹啊。有啊，这样子，对对对。哦，有了。对。伊其实足好笑的啦，啊，毋过伊就生迄个面安尼，看起来敢足歹斗阵。系啊，私底下伊就是真正较安静，无代志的时阵嘛袂爱出门，拢伫厝，家己写物件，家己算指甲，然后就较用功啊，定定手机啊乌白蛋，我定定捡着我就藏起来，等伊想到开始紧张的时阵，我嘛袂摕出来互伊，总是爱迄加几届。看伊敢会记互我条的，爱记咧摕手机啊，对啊，搁有关大的炸两箱，结果炸拢是炸一个正卡来，是安怎穿啊？我毋知要安怎。毋过伊伫咧大家面头前，可能就是一个介巧的人啊，对，水水啊安尼，然后搞唱歌会晓创作，Hello， 曹文。我要讲啥？以咱的交情应该是免加讲啥啦，就是你身体真正要照顾好，啊无比我瘦，安尼袂使。照顾好，才会使做工课，然后带我出去佚佗。心爱的你，最近过了好无？敢也有像我，逐工要想你。故乡的月娘，犹原这呢水，像咱彼时的甜蜜，搁有青春的记忆。心爱的你，你有想我无？他乡的天星，嘛为咱在闪烁。你无伫阮身边，嘛已经几多年。你的笑容，你的眼神，我永远袂来袂记。思念的歌唱袂煞，愿你着认真来听，毋惊孤单，无论使我真情冷暖。思念的歌唱袂煞，愿你用真心来等我花开的时阵，有我伫这。乡的天星，嘛为咱在闪烁。你无伫阮身边，嘛已经几多年。你的笑容，你的眼神，我永远袂来袂记。思念的歌唱袂煞，愿你着认真来听，毋惊孤单，无论
袂散，望你着认真来听，毋惊孤单，无论世事流言拖磨，思念的歌唱袂散，望你用真心来等我过去的时阵，有我伫这。思念的歌唱袂散，望你用真心来等我，花开的时阵有我徛伫这。咱要来欢迎上届顶真的周雅文，雅文欢迎。大家好，我是周雅文，大哥好，你好你好。哇，缘分的安排，即阵才有法度安尼甲你坐咧讲，实在足欢喜。我嘛足欢喜。哦，我要大声甲你讲一下，上届接近即当阵即个金的专辑，内底遮的过程拢台湾真人实事发生过的故事。对。啊，你是自细汉就感觉对遮个代志有好奇，还是讲为着要做即个专辑才去找资料？其实是因为我做细汉的时阵，就常常咧听这个老歌，因为阮较早是阮阿公咧教我唱歌的，因为我迄阵阿公拢会听垃圾哦嘛，啊，那下晡闲闲无代志做，啊，就伫阿公遐佚佗啊，啊，就会听一寡老歌。啊，尾仔家己有咧写歌的时阵，突然间有一天就最想要听一条叫做《青春悲喜剧》。嘿，我毋知为虾米，就是这个感觉，我就去听这个歌。结果我拍迄个搜寻嘛，拍《青春悲喜剧》，结果出现足侪故事，我就感觉讲，所以以前遐老歌无的确有一寡足特别的故事，所以我就开始有一寡兴趣，想要知影讲，啊遐老歌无的确伊的背后拢真侪故事会当，互我去参考。这条歌佫有啥物温和悲喜剧啊，啊佫有一寡就是伊的迄个电影，其实电影主题曲叫做《何必存亡》，对，就是这个金。13号水门后壁这条歌的故事，我开始哇，够侪做侪迄个新闻就走出来嘛，哇，愈看愈有兴趣，就开始查该出片呢，啊无，这条专辑来写一寡咱以前古早时阵有一寡做好听的歌，啊毋过用金笑，啊有啥物用金笑，啊背后的歌词，伊的故事是咧讲啥，就开始找安尼。你是？对这个查某囡仔的心情有体会，还是什么原因写这条歌？歌词也好，歌曲也好，演唱也好，你是什么款的心情？其实因为迄阵看到这个案件叫做伊是写讲13号水门的案件嘛，啊，伊以前是讲有淡仔算讲殉情，我讲啊，这个查囡仔吼，可能以前迄个时代，就感觉讲可能为着要甲心爱的人做伙嘛，啊，结果尾仔无法度行会当结连理，所以伊就算讲去结束家己的生命嘛。啊，毋过其实尾仔查的，敢若无遮单纯，其实是迄阵就是因两个其实有做伙去见面，啊，毋过是讲敢若是讲因有做伙要来去迄落结束生命呢。啊，毋过尾仔为虾米当查甫活落来，我最奇怪啊！去查原来是这个查甫是当场是落跑的。我讲，所以伊家己的就是曾经伊所爱的这个查某囡仔，伫伊伫面头前安尼过往去，会当安尼逃跑。我就感觉讲，实在是愈看愈生气。我就讲，毋对呢，安尼我感觉我应该写一首歌吼，来。以我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身份来写这条歌，所以呢，其实这张金的迄个封面啦，
这个女主角伊就是穿红色的洋装，嘿，啊，伫迄个13号酒门遐等伊这样，所以我就穿红色的洋装。啊，我迄阵就甲我经纪人去迄个淡水的码头，啊，就翕一张相片，啊，就感觉讲，就是深深去体验这个女主角的心情安尼。我是总是讲较查甫的角度吼，我真正就是找着足侪资料讲，这个人出狱了后啊，这个男方啊，系啊，尾啊嘛是算有得到女方家庭的谅解啦。啊伊吼发展了真好呢，尾来搁做出版社发行人，才到70-80岁。无错，我来感觉讲，哪会当安尼啊？所以我就是所以这条歌我就是用按这个女主角的心情来去写。所以讲我就是有一天，其实这条歌在写的时阵的过程嘛是真离奇啦。因为时阵我拄好伫迄个淡水三芝的一个海边仔的民宿。啊，阮伫遐，有时我拢写歌拢会伫找一寡民宿啊，因为我介意听迄个海风的声音，所以我就偶尔经伫海边的民宿安尼。啊，我共款我有炸吉他，啊，佮有炸我的笔记本啊去遐写歌，啊写写的。其实我有时会小酌，然后啉淡仔烧酒安尼，迄感觉有啉较济小可。啊，迄讲过工的时阵，我当较袂记住，我感觉昨发生啥物代志安尼，结果迄条歌我已经写好啊。啊，毋过我无印象。安尼是啥物人来甲你斗写？我其实真正嘛是足歹看，因为我是调工，就是要写一条歌，我较调工去海边啊。啊，我讲写，迄时阵我若写2句尔，我讲有淡薄仔卡关啊，啊，我讲去外口找一下灵感的。迄个迄工就是这段记忆无去啊。嘿，啊，我阁有看我手机啊，我阁甲迄个当阵编这条歌的老师，啊，我两个淡仔讨论，讲啊，我要用什么款的风格啊，啊，要用什么音啊，啊，要用什么乐器啊，我无印象。这条歌是安尼出来，嘿，我感觉讲，有时阵感情这个代志吼，我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我是相信这个代志的人，啊，毋过我感觉讲嘛，为这个案件，为这个人去。做一寡心情的抒发，我觉得我蛮高兴袂歹啊。啊是来讲吼，你足早就开始写歌呢。啊，你思念的歌，甚至搁较进前，心嘛种种吼。对。你家己写几多条歌？啊，你是拢用吉他写歌，还是有用琴，还是倒种乐器？因为一开始是用手机啊，因为咱即摆手机啊拢做方便啊，就是你若受到啥物旋律啊，还是受到啥物歌词啊，你若当时你。手边可能无乐器，还是无纸笔，我就用录的。用嗨啦。系用嗨啊，当然存，然后我是用吉他，啊无就甲老师去请教，我讲啊我迄个这是我家己哼的旋律，啊我甲改了，慢慢啊甲伊的和弦啊，是甲音甲抓出来呢，啊慢慢啊斗成一条歌的。今日你有搁甲阮唱《花魂》？对。咱实在讲。这件代志都无亲像13号水门，以我所在过去，是无台语歌咧写这件代志。你若13号水门就几落条哦，吼，你咧讲的河边春梦，搁有落尾首叶启田的《运河边戏剧》，搁有黄西田的《分段淡水河》，拢是哦。毋过吼，咱天良讲，那花魂过去台语我都毋捌写过，啊，你是几岁听的这个代志？这个代志做有名呢，因为迄阵新闻报到做大条的啊，啊，搁有。什么有一寡迄个算较传统的迄个戏剧，啊有甲做成嘛是有甲编一个故事，安尼甲演出来。迄时我有做好奇，我讲因为我是一个做好现的人，我讲其实我嘛是。系啊，我感觉讲，那有可能有这个代志，就是伊本来，譬如说我是曹雅文，啊佮起来我变成国中歌，哎呀，足奇怪啊，那有可能？我感觉讲。足趣味的，我就想要去了解。迄阵其实是新闻真正有报嘛，啊，我突然间想到这个代志，我甲武雄老师，作词曲武雄老师，我两个淡仔讨论讲，啊，这条歌是因为我写曲伊写词，啊，嘛淡仔想讲这条歌要安怎写，就是甲伊的一生，啊，伊所奉献的，也是伊拄到的代志，啊，甲写出来。我其实有时阵笑这条歌嘛是感觉心。
嘛是小可是心酸啦，因为感觉讲伊可能之前拄着代志嘛，啊尾啊为着要普度众生，啊来借尸来还魂，来做这个代志，我就感觉讲，这嘛是一个算讲是一个传奇啊。冷冷的海风，声声来唤起庄口的风西夜。红红的花光，雄雄飞过了黄昏的太武山。是啥物作孽？是啥物烦心？有啥人会知影？无停的战火，无情的改变，遐多人的运命。等来哟，紧等来哟，心酸的囡仔听袂着父母思念的叫声。等来哟，紧等来哟，无停的残花，无情的改变，遐多人的运命。纯纯的海洋，慢慢将船只只引来大西。切切的人命，落落的世情，断送了一蕊花。是谁的保庇？是谁来显灵？收留着伊一个。无情的时代，无奈的一切，无人知的轮回。等来哟，紧等来哟，明正的千岁，因守在安息，因风看滚飞。等来哟，紧等来哟，无情的时代，无奈的一切，无人知的轮轻轻的等待，苦苦的安排，心灵也有温存。花花的世间，茫茫的乾坤，阴阳搁再转轮。是啥物作怪？是啥物缘分？心愿的人回魂。无为着反弹，无为着扣分，只是为着报恩。等来哟，紧等来哟，无共的身躯，同款的身份，祝福的夜运。等来哟，紧等来哟，
单纯做歌手，讲起来比较家己即马做制作人相对的，应该有较轻巧淡薄啊。啊，你安尼每一条拢下死命咧做，拢下遮个心情，家己咧写歌，哦，家己担一头担来担咧早拢背啊。其实我感觉讲，因为我自细汉就开始咧写，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嘿，啊，我自细汉就开始写，啊，我对一寡文学的代志嘛做有兴趣的，所以我尾仔就开始写诗，啊，诗了就开始写歌，安尼，我感觉讲，其实因为我平常是做罕咧讲话的人，啊，我嘛是，因为阮兜我是孤查某囝嘛，所以我较无迄个囡仔伴，所以我较少咧甲人讲话，所以有代志，我嘛较袂晓表达，所以我只好用写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较会当互我讲变成啊，我若心情有啥物代志想要讲，啊讲袂出嘴，我就用写的。因为像这个作品，其实有做侪歌是按我的日记内底选出来，啊甲整理成一条歌呢。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这就是我的生活。嘛是我这个人的点点滴滴，是安尼讲嘛。少问一个，敢是对日记扣着？少问一个，无毋对，对，迄阵就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啊，结果来台北做工课，就较少时间会当回去厝。啊，因为咱讲实在，有时阵你写歌做演艺界，较无遐稳定，嘿。尤其是拄开始的时阵，然后啊，因为阮兜我一个囡仔尔，啊，阮爸爸妈妈一定会烦恼嘛。啊，若想讲看你安尼，啊，你若感觉讲吼，安尼伫台北一个人安尼拍拼吼，艰苦啦，是安那，啊，无你转来好啊啦，忙做啊，你转来你就去看要嫁翁啊，是安那，是做一寡较平常，就是上班族安尼，啊，毋薪水较稳定，啊，毋较好吗？啊，个样陪伴伫阮身躯边，吼，啊，你就毋通搁淡仔讲想要唱歌安怎，就是因为这话淡仔叮咛嘛。啊，毋过有一寡想讲歌迷朋友也是淡仔讲，就是因为听到你的歌啊，阮有力量。淡仔讲听到你的歌是，感觉讲是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讲哦，原来我写这个歌，我唱这个歌，对一寡人来讲是有意义的。这时阵你就想要搁拼落去啊，想要试看卖，快使袂安尼。啊，毋过就是你看安尼，就是扭扭拉拉，就是讲我到底是要转去毋好，还是要继续留伫遮，还是要转做爸爸妈妈的乖囝？啊，无借问一下，我是要安怎啦？嘿啊，我甲你讲一个阮爸爸的代志。阮爸爸即摆已经伫天顶啊。是。伊细汉一个动作，互我印象足深的。伊伫台北食薰吼，拢食国产的薰，但是若要转下港啊，吼，进前的港啊，吼，伊拢会去买迄个进口薰，转去下港爱食较有行情的。互感觉讲伫台北，啊，讲较烦恼。你原来安尼对无？当然嘛，啊，就是无报喜无报忧啦，这是一定的，就是感觉讲，啊，你着，你过了有好无？啊，是安那？啊，当然嘛讲足好，我无代志的，那安怎啦，足好啦。其实嘛，有时阵若工课袂稳定，嘛是淡台北嘛是安尼，半暝头好伊嘛毋知啊，嘿啊，啊，哪有可能甲爸爸妈妈讲，迄讲完加烦恼的尔。妈妈拢会感觉讲啊，你去做囡仔吼，你着共款啊，就是莫遐想工想法，你着紧嫁就对啊。啊，看会当安尼，就是伫台南着做生意也是安那，因为迄阵阮兜有咧开餐厅，就是做一寡小吃。啊，讲啊，无你着来遮做便当就好啊。忙你啊，要唱歌呢，淡仔咧走来走去走总安尼，也加无闲，搁加忝的，啊钱嘛无一定趁较有，安着淡仔足烦恼的啊。其实尾仔就是开始感觉讲，因出门的时阵，然后讲，你是迄个曹文的妈妈吼，你是曹文爸爸吼，因较知影讲哦，即摆出去要当穿衬拖，会强拎出来，讲嘿啊，恁即摆出去吼，有时阵迄个话爱讲话爱细腻的，因开始会敢若讲阮查囝真正是小可有知名度，安尼可能伊应该是性格嘛是差不多嘛是袂歹啦，因就是阮头一位粉丝嘛，尤其是阮爸爸。就爱听我的歌，有时阮爸爸做歹势，有时我已经转去到厝啊，
伫身躯边啊，爱伫我身躯边，佮看迄个手机开 YouTube， 佮听我的歌。我讲啊，蔡明姐，我毋是边啊嘛，伊嘛是要听我的歌，就是伊是我的铁粉啊。你感觉讲哦，安尼因真正是虽然伊喙无讲，啊，毋过伊嘛是足支持的啊。兼正拢伫咱的心肝内。今日甲阮唱这条歌，你下足侪感情。对。这条歌因为一开始是我要写有阮一个朋友的，因为迄时阵阮朋友伊是开迄个居酒屋的，因为我有拍一个微电影嘛，啊内底是伫伊个店，真正伫伊个店遐拍这个电影。啊，迄阵就是因为因爸爸破病，啊伫病院啊，迄阵伊要开一间店，啊到开第二间的时阵，因爸爸就过往啊，所以就袂赴。互因爸爸去看讲，我爸爸我开第二间啊安尼，所以阮伫迄个店内底有甲伊算讲圆梦啦，因为嘛是叫伊亲身来演，伊演主角安尼，嘛叫伊来演。啊，伫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演伊爸爸的，就是算甲圆梦，就是讲这个爸爸剧中的爸爸，就真正有去伊的新的店去甲供应，嘿，去遐看，啊，就是算讲。嘛算讲是一种圆梦啦。毋过讲伊淡薄遗憾，就是伊开这个新店的时阵，因爸爸袂赴来甲看。啊，迄时阵我甲讲，我想要写一条歌送互你，啊送互你的爸爸呢，伊的心情嘛。啊，迄时阵就是讲，因为我内底有写种心内话一句一句，一张一张写。因为迄时阵伊甲我讲因。甲因妈妈因伫厝里，若冤家的时阵，袂欢喜的时阵，会写字条，啊，着搭伫迄个冰箱，搭伫迄个桌顶，啊，着过工可能因妈妈还是因爸爸起来看，哦，啊伊佮写，佮甲回，安尼。我讲爸爸嘛是共款，因为阮爸爸嘛是，其实状况嘛足成的，因为阮爸爸有时阵嘛是会用写的，啊，放伫桌仔顶。啊，讲啊，我要出去加油哦！啊，写字条放在顶。其实我感觉讲，甲阮朋友的状况嘛真成啦。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缘分的，就是感觉虽然一开始是要写互阮朋友的，啊，尾仔嘛感觉讲，其实若要讲到我家己，其实嘛斗会起来。所以我写这首歌是要互大家知影讲，有时阵真正毋通等甲。爸母啊，拢无伫啊！你较知影讲啊，迄时阵我若安那就好啊，迄时阵我若安那就好啊，就是遗憾会当较少的。因为赶紧做，赶紧做，因为什么时阵要发生什么代志，真正毋知，真正毋知。你会感觉讲，咱可能今日真正好好坐伫遮，啊，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真正毋知，无人会知影。所以我感觉讲，你有若什么话要讲，有什么代志想要做。我感觉真正爱赶紧，唔通搁等啦。因为阮大哥我一个人尔，我感觉讲有时阵伫台北，我若一直做工课，有时阵嘛会伤因呢。啊，讲等的时阵，就是因为我当然帮阮爸爸妈妈捏他们，啊，就妈捏他们，想要讲，啊你哪会后壁哪会白他们哪会花遮济安尼？讲嘿啊，你拢唔知影啊，我拢。等你等你等啊，甲我捏头毛呢，啊无我头毛拢做白安尼，嘿啊，就是有时阵你爱深深去甲关心，你较知影讲，其实爸爸妈妈真正有咧老，啊，所以若有啥物话爱讲，一定爱甲伊讲，少年迷茫，无天无地，你溜溜不知通西岸，也咸也正，有冷有暖，真情的滋味真好彩。风风动动，若雨若雨，愿翘听窗的感情路，徛山徛池，有
有啥有苦，才知付出无一定有结果。我梦啊梦，等待变成一场梦，哪会忘袂着你的梦影？心内画一张一张写，他的脑话无声。伊想我想，已经放弃的模样，日子还阁会当行偌久？伊想我想。目睭渐渐起怦怦，我梦啊梦，等待变成一场梦，哪会忘袂着你的梦影？心内画一张一张写，他的脑话无声。伊想我想，已经放弃的模样，日子还阁会当行偌久？伊想我想，目睭渐渐起怦怦。你敢有听着这条歌？你伫遐敢有人作伴？若是想起你，我着轻轻唱出声。你敢会听？你敢有听？我梦啊梦，等待变成一场梦，哪会忘袂着你的人影？心内画一张一张写，他的脑话无声。伊想我想，已经放弃的模样，日子还阁会当行偌久？伊想我想，目睭渐渐起怦怦。我想我想，目睭渐渐起怦怦。虽然比赛有过关，不过你咧讲，网络顶头，议论的声，学落会有，讲迄落专门足咸的话嘛，有。有啦。啊你安怎样甲家己鼓励，讲我一定要经好过？其实我是一个足惊切分的人呢。嘿啊，就是有时阵人感觉讲我袂惊演艺界，就是爱讲爱做活泼啦，啊是爱袂惊甲人相处啊。感觉其实我足惊的，因为迄阵就等下讲哦比赛就是因为我迄阵我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姐姐，阿姨拢足爱听我唱歌，安尼讲啊你明星有你比赛，你哪毋去参加一下安尼？我是因为因参加，我其实我嘛最爱唱歌，迄阵就是因为我咧考大学。啊，较无用，就拢无去做电视啊。其实唱歌足快乐的啊，嘿啊，我感觉讲这是一件，互我感觉人生算讲是占足大部分的代志。啊，因为即马网络做普遍嘛，啊，你伫电视顶，你伫
曝光，就是一定会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啊，一开始真正会受伤咧。他们讲啊，我就是爱唱歌尔，恁若需要讲假安尼，根本袂输敢若我欠你做侪钱。我讲，迄阵就有一阵仔就感觉讲，原来唱歌嘛毋是讲完全拢是快乐的代志，是安尼吗？啊，无必须比单纯介意唱歌，乃爱大概接受遮侪人的批评。因为我有参加迄个癌症基金会的活动，每一档我拢会去各大的病院遐唱歌的遐朋友听。啊，有时阵，阮就收到那个私讯嘛，就讲足感谢，就是阮伫破病这个期间啊，听你的歌，互我感觉心情足好的，互我感觉我阁有重新活落去的力量。是毋是该继续唱啊？感觉讲原来有足侪人是因为听我的歌啊，较有活落去的意义吗？而且阁有一寡就是我的歌迷，因为我的歌啊，选两个熟识，啊，阁去结婚，所以我算做足侪届媒人报啊，就是有一寡歌迷，我阁有去因的现场，就是因结婚的迄天，我阁有去因的，就是唱义务的唱歌，大家祝福。因为少年人咧讲，这叫做宠粉呢。对，就是讲因为我的歌，有的人欢欢喜喜做伙，嘛有人因为我的歌，度过了一段足困难的期间，讲也是爱唱啦。啊，无你家己吼，你若无唱，你家己嘛会袂欢喜啊，你家己嘛做想要唱的啊。啊，遐人你若无欢喜，其实嘛无讲我的代志，你嘛想想，因为我有时阵天天啊较乐观，有时想想讲。其实迷茫嘛是无我的代志啦，啊我改唱歌啊嘛是我的代志咧。突然间就个好啊，嘿，突然间就一个转念就个好啊，啊无时有一站是有一大站是真做郁卒的啦，我逐工拢想讲哇，其实迄阵有一站啊，逐工目睭闭紧，就妈讲，我今日要创啥？啊，我今日有代志做吗？敢毋过我无想要做咧。就烂的呢，啊，就差不多有2-3档的时间，就是安尼浑浑噩噩过日子，就是真正有突然间有一天对我讲的，其实要安怎讲嘛无迄代志呢，啊，我要唱歌嘛无迄代志呢，啊，要继续唱好啊。想甲会开啦。对，突然间，当节就想开。你对比赛通过了后，所出的专辑，若到近，甚至讲到近来你写的歌吼。对。咱天龙讲是已经袂输敢咱两个做甲文，因为离真远啊，迄个歌路，迄个歌词的开口，啊，对你长期以来支持的歌迷，敢有人甲你讲，啊，你走遮紧啊，阮对袂赴，敢有人来甲你讲？我嘛无法度呢。是啊，世间遮侪人百种，我无法度去满足每一个人嘛。因为其实讲我一开始我伫这间公司，因为讲阮这间公司是开迄个歌手比赛嘛，啊，所以我就签伫迄个公司安尼。因为一开始咱拢毋捌，所以公司嘛会甲阮，就是甲阮保护了足好，甲阮做一个形象出来，就是讲啊，我就是安尼有气质，唱情歌安尼足可怜的，啊，足温柔安尼。啊，其实我本地我人有淡薄仔小小，你敢知？对我讲的啊，两个做甲文啊。对，就是讲。有时阵吼，迄阵拄好是合着到啊，啊我嘛讲啊，我安尼我家己出来拍拼看卖，我就无讲啊，就是我即摆要做啥物代志啊，以前可能公司有家己的考虑嘛，可能较无法度做的歌也是想法，即摆我会当来试看卖啊，啊毋过中午真正有足侪人甲我讲，你真正要出遮个歌吗？啊，遮个歌甲以前的风格差足侪呢。啊，若有一寡歌迷吼，也是人若听袂惯是要安怎啦？啊，你遐歌迷，你好不容易就是遮歌迷安尼，这大群啊！啊，若万一若听袂惯是，也是感觉你这风格我无介意，啊，你要安怎？啊嘛，毋知要安怎呢？哎呦，你无做，你哪会知影？系啊，就是知影这个想法，无做哪会知影？所以我就做啊。
自以早伫顶一间公司，家己在咧写歌，对啊，包含到即马，家己嘛咧写歌词。对台语歌的歌词，你足顶真伫咧扣，对无？对，因为阮做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啊，尤其是甲阿公阿嬷，因为阮等过年，阿公阿嬷是完全无法度讲国语的，嘛听无国语，所以阮一定要讲台语。包括我即马转厝，其实甲阮兜的人嘛是拢讲台语，迄是一个已经伫咱的记忆当中是足习惯的一个语言。你要甲写成歌，首先你要家己读了会顺嘛？你要感觉讲，我就是安尼念较对。所以你伫无形当中，你写歌时，你得注意啊，讲你若要写这个歌，写这个旋律，啊，甲这个词斗起来，敢是安尼？你要家己去想。你平常时讲话特别安尼讲啊，啊，你有啥物写，爱安尼写，安尼就无合理啊嘛。因为我感觉听是一个足直觉的代志，你听你会感觉顺，你讲你听有，知影你咧唱啥物，我感觉最重要的。开始咧写台语歌，我嘛有请教足侪老师，比如讲武雄老师，啊，佮有谢明勇老师。谢明勇老师嘛是咱台湾人，啊，我嘛足介意的作品的。有时因拢伫因身躯顶学足侪，因为因对迄个台语的词会佮愈深，写到足水的。有时咱一开始会写到足白话的嘛，啊，毋过来咱就是慢慢咱咧加，慢慢咱去收取经验，啊，听因老师是安怎写。感觉开始经历，把这歌愈变愈水，啊，家己爱有要求。毋讲有时就是因为家己写歌、介意唱歌、介意写物件，啊，你家己爱介意，你家己感觉写了赞，袂歹。你较有法度交出去嘛？嘿，我是安尼啦，就是，所以有时阵我咧交作品会较慢些看，因为我家己即关也无过吼，我无法度互别人看，所以我都会家己。经足久的，啊，经历足久的，啊，讲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个，安尼爱，敢会使安尼。我感觉讲你和傅凯两个吼，差不多是上尾一言讲对台语有才调去讲究的呢。较新开口的台语歌，有的人写甲讲，连台语的文化都会顶达去这个情形呢。顶达这个代志，其实变安怎讲，有的人有一排讲法，就是讲，即马就是新的一个时代。我感觉讲音乐咧，甲语言咧，就是袂当互伊绑掉的，咱来自由来甲开放。毋过有时阵，我嘛是甲足侪老师讨论这个代志嘛，因为有时阵我若看做个作品，也是有时阵做评审的时阵嘛是拄着这个歌，我嘛做好奇想，安尼这件代志是到底是送对送唔对？其实到即阵可能嘛无一个正确的答案吧。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立场，佮家己的想法嘛。毋过有时阵我嘛会感觉讲吼，啊无咱家己先甲家己的代志做好，还佮讲好啊。因为我嘛毋知影，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立场嘛，所以我感觉讲，若是我才出来，我才家己写，我才家己制作的，我就一定要特别要求。嘿啊，你先家己做好，佮讲我吧。啊无你命安怎去要求别人？ You see, you're kidding. Gotta just go for it. Don't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You just gotta bend your knees. 一双的走找，笑问一个细汉后西来的囡仔，哪会无地找？写批笑问一个，遐尼多的话，找无时机通白。Our inside here, you get an insight and you know something, but you don't want to say it out loud because you're kind of afraid it's not going to be really true and it'll spoil the whole thing for you, But when somebody makes you say it. 一扇门打开，笑问一个，敢搁会记当初打拼的勇气。一双手掀开，笑问一个，若是忝啊，
有想要放弃，一段路走总照问一个，有梦就爱对，是你曾经讲的。一首歌唱煞照问一个，若是想要好，敢是正常的？你着爱打电话转来，你着爱好好照顾身体，你着爱看破事实，你着爱认清现实，你着爱安怎安怎照问一个，是要安怎照问一个？ Our inside here, you know, you get an insight and you know, but you don't want to say it out loud because you're kind of afraid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really true. It'll spoil the whole thing for you, you know. But when somebody makes 一段路走总照问一个，有梦就爱对，是你曾经讲的。一首歌唱煞照问一个，若是想要好，敢是正常的？你着爱打电话转来，你着爱好好照顾身体，你着爱看破事实，你着爱认清现实，你着爱安怎安怎照问一个，是要安怎照问一个？ our inside here, you know, you get an insight and you know, but you don't want to say it out loud because you're kind of afraid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really true. It'll spoil the whole thing for you, you know. But when somebody makes you say it, You see here, kid. You gotta just go for it. Don't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You just gotta bend your knees. 粉丝、支持者，支持咱的五色人都有，三不定。近来伫新闻看到，你也互有人甲你撩乱，甲真恶杂，讲起来这是真，实在真歹势甲你问，但是这真正是连阮都看甲替你唔愿的代志。其实，这个代志我较抱歉啦，就是有去搅扰到我的朋友，尤其是我的爸母啦。亲人，就是因为搅扰到我的爸母，我就忍袂落来啊。我因为厝内底的人就是我的最后的一个防线啊，既然去已经冒犯到我的爸仔母啊，我就无法度去忍来啊。嘛，拄好时阵，迄阵阮爸爸就是人无爽快嘛，啊，希望我会当转伊，就是带因去看医生啊，还是陪因啊。所以迄阵我注定转去台南，啊，去陪阮爸爸伫病院安尼。伊不要我转去，我现在气到阮也是气心落命咧。我只好报警，啊，无要安怎？迄阵，咱伫网络顶，若是讲有一寡粉丝会甲你私讯嘛，啊，我有时阵嘛是会回啊，嘛是会回讲啊，加减啊，无可能大家拢回，因为回袂了嘛，啊，有时阵就会回复小可安尼互动一下，啊，可能就有一寡人的思想可能是较偏激小可，淡薄讲，啊你之前拢有甲我开讲啊，啊有啥物？有时阵若无甲我回，啊有啥物你无爱甲我回，哦，啊咱就开始伊的这个心态就开始不平衡啦。所以有当时我会感觉讲，毋知要安怎甲遮个歌迷去讲遮个代志，因为万不能我若搁拄着像这有时阵较偏激的遮个粉丝是要安怎？即摆因阮其他的粉丝足够追的，就是讲因有时嘛是甲我私讯啊，就是关心一下啊，安尼讲，因拢会讲，
亚文你莫烦恼，我是正常的，我是我想讲，恁这怪面做古锥应该会惊嘛？因为拢看到新闻讲惊，因为我有讲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做惊结婚的人，但是因为我甲这个人就是感谢因，所以我有时阵会开始学习讲爱安怎甲人互动啊，甲因就是算讲联络感情吧。啊，毋过发生这件代志了后，其实我真正会惊咧，我毋知影要安怎甲恁相处啊，因为互我咧无法度食，无法度困，啊，我爸爸妈妈嘛去互威胁，啊，阮的朋友亲戚嘛，大家拢去互搅了着，安尼我毋知要安怎，安尼其实我若莫甲恁讲的，就是是毋是着无这代志发生啊？啊，因就对我讲。姚文，你莫烦恼，我拢是甲你关心尔，你莫甲我回，不要紧。有一寡歌袂是，嘛是安，嘛做古锥啊，是嘛是做感谢因的啦，系啊。迄阵啊，踏出去门口会喘诶，真正会紧张诶，会感觉讲毋知迄个会出现袂？我会当体会真正会紧张，嘛是一寡朋友就是会来阮兜，啊，讲因为我无想要出门，我毋敢出门，因就会炸弹炉。炸一寡迄落食的啦，来甲我看，做成咧探监，我人讲生笑啦，然后讲嘛是做一个温暖的代志啦，毋是单讲拢是遮恐怖的代志尔啦，啊，所以我感觉上天自有安排，一切交互上天来处理，啊无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啊是爱相信讲社会有公道啦。迄个代志已经两当我，是两当我较爱讲出来，所以我已经啉来两当我感觉我已经啉来袂跳，所以就拢交互正当的法律去处理嘛，就是家己爱跳出来啦。我讲我家己莫掺入内底，其实会较单纯小可，系啊。自本这个专辑，就搁得金曲奖，啊这甲思念的歌，都已经前差真远啊，完全家己伫咧做的。啊，心理上，搁来到金这个专辑，啊，搁刷落去，你的歌迷袅袅看，搁来要安尼，搁互阮听什么歌？其实大家咧等待呢。嘛是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啦，搁有肯定，所以开始自本了，就有足侪其他的朋友来合作，啊，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就是会当甲无共款的乐团啊，甚至是乐手啊，嘛是甚至搁有 DJ， 就是无共款，但是拢是音乐界，啊，毋过是无共身份的，做伙夹起来合作，我感觉足趣味的。即摆就是开始咧准备新的作品啊，就大家会当小可期待一下啦，嘿啦。因为实在是互念足久啊，念讲天啊，阿伯要出新作品，是要互咱等当时啊，你是要收起来，你是要唱安尼，袂使吧？就是有啦，紧啊，忙个搞吹啊！啊，今日来到节目中呢，是来要讲的话会了未尽。啊，我邀请雅文，亲像咱世界的电影明星同款，伫阮心所爱歌镜头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表示幸福的手印。雅文，请。好。足趣味的呢。啊，阮足欢喜。要落摇，要落。好嘞，免惊。好。雅文，请坐，咱请坐。啊，我先。来，会使起来，水，足水的来。哦，谢谢。多谢雅文。谢谢。有新歌，有新作品，阮大家拢袅袅看，安尼咧等待，啊，年会吼，一定爱过来开讲。多谢，真正足诚意甲你讲。一定爱来，谢谢。足期待，多谢。好。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雅文，我嘛知吼，其实足侪歌迷看到你剪辑葡萄。